啊，这是昨昏煮到即嘛，长煮到即嘛，对，都爱15点钟，啊，这煮出来偌济，会当煮出来差不多5、6斤尔。 5、6斤尔，啊，成本嘛真悬呢。哦，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来发财或是赚钱，嗯，它的工太长太多。啊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讲七股你敢知影？七股迄个我知叫盐嘛，嘿迄是用拍的嘛。对，啊，但是拍的盐甲煮的盐有啥物无共？它那个是日晒的嘛，嘿，可能那边可能是有半年、4个月也不一定，那个就浓缩的。啊，这个从开始到末了都马上做盐巴，这个把它拿出来已经有盐巴嘛，然后你就放在那边沥水，全部给它捞干了。咱盐是安尼做的。嗯，啊，安尼拉安尼炒爱炒偌久？差不多20分钟。哎呦哎呦，哦，刚才煮的哦，伊这片哦有一个，伊这味足重的，足安怎讲？胖的是海水的胖，盐也胖。哦，一般是咱买盐等于袂去片，迄盐啥物味啊？对啊，啊，这多炒出来尔，咱就片诶，啊，可能是有点咸的时候有这个茶的味，吼，啊，个是味，加盐的味，盐的味，特别啦吼。特别。